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国欢迎收看4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经过15天的努力，全国第一个由地方所推动兴建的台江文化中心，13号暗时举办庆生典礼。会中包括文化部处长肖忠煌、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等人，拢亲自到场，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现场热烈滚滚。由在地催生、全国首创结合演艺厅、图书馆加社区大学3合一的台江文化中心，13号暗时举办庆生启用仪式，包括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文化部处长、市长加各级的民意代表、地方社团、庙宇等共同出席，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大家共同为咱的这个文化中心来催生，伫经费。嘛，感谢文化部对咱的大力相助，所以今仔日瓜熟蒂落会当完成。搁较济话嘛无法度完全表达心内的感谢之意，感谢大家的努力，这个贵宾咱的文化局的努力，嘛感谢足济咱地方，不管是建筑师还是拄则首当署长、营造商。营建商的这个努力，再次祝福今仔日的大会圆满。我伫咧遮先祝福未来运作圆满顺利成功。不只是互咱台江文化中心成做咱台南市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嘛会当提供互咱所有的乡亲要来表演也好，要来看展览也好，也是讲要来社区大学读册也好。做研究也好，讨论也好，拢会当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当然，这个环境真好我嘛足希望咱所有的乡亲，无论是早起，也是黄昏的时阵，特别是你欢喜的时间，拢会当来遮散步大家来遮佚佗，大家过着一个较轻松的生活。为了庆祝台江文化中心的正式启用，伫开幕式嘛拄好是第10档的台江文化季。今年也以庆生为主题，以地方海尾上港镇的起鼓来拍出头一响，传达祈福加传承的精神。接续还有秀琴歌剧团以蟠桃大会带来众神的祝福，以及京剧歌王谢明佑用讲册方式演唱台江的故事。随着这一连串的演出加祝福，所有在地人嘛拢真欢喜来迎接台江文化中心的落成启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算是咱台南消防先拜日本人主治受伤，也第二后生主治风光，伫离开台湾78天以后，透过进前老爸员工的后代来看线，今年已经93岁，14号再次回到台南出席老厝。伫现在老厝主人高树坡的小界，牵起100年历史回忆。受邀来台参加咱市消防资料馆启用的日本主治受伤的后代。14号下午，透过主治受伤员工的后代曾小姐的牵线，重新找回过去大的老厝，也就是位伫的现在青年路前立委高树坡的老厝。高龄93岁的元生主治风光，手摕着拐仔，带着主治的第3代家属，返来到离开78年的过去老厝。透过主治家属提供的相片。想袂到警消人员保持同款，相片当中看到当时才15岁主治风光，甲现在高龄77岁的第3代，井上有4子。伫高树坡翁仔某甲82岁阿姑高义惠热情接待，双方串起了3代上100年历史的回忆。作っていただいて感謝してます。他把它保存得很好，他很感谢。
跟以前没有变就对了。昔那啦，有垃圾，代有垃圾的。无论是死。对，他说跟以前大致上都一样。我们是有一点修理一下。对啊，大致上都保存的。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台南就是我们讲历史的古都哈。那历史的古都，大家不要想说历史只有在历史课本上念哦。好，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家族，后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啊，然后跟我们之前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住吉家族啊产生联系哦。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啊。我相信我们台南这样的故事啊，到处都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南最宝贵的资产。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历史好像是课本上的事情，它事实上就是我们每个人哦家里的传承啦。好，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好的事。接续一行人嘛参观后面的庭园，看到这占地250坪的日本2战楼的木造居家，伫个日本人自治小松家己来营造，到日本战后改为国有，一直到高价来买入来，期间并无任何的大维修，因此才保有过去的风貌。最后，双方并且互相致赠纪念品，希望这台日3代的情谊会用持续保持。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高雄局上午针对目前规划当中的台南捷运系统到议会进行工作报告。这位议员除了强烈主张南线延伸到桂林关庙以岸，嘛认为有争议的路线归期取消，特别影响台南捷运的行进。目前高雄局除了铁路地下化工程以外，上届热门的工作就是捷运的启动。不过因为4条捷运路线拢在评估研究阶段，也未定案，需要市民的支持，甲议会电付款同意，才当继续进行。议员柯玉林上午就强调，要先对有法度顺利推动的南线开始，以及南线延伸到桂林关闭以岸积极清明。至于上届有争议，经过府城市区的绿线归期放弃，因为无确定的路线先公布，จึ引起民众无必要的恐慌。10个90度转弯，18个站点，你若想啦，90度转弯速度要变慢，18个站点速度要减为0，那你大概有接近20以上啦。所以我讲哦，立线就是20万啦，20万就是20以上拢会变足慢啦。所以它某种角度这个路线它的一个设计产生了相当重大的一个问题啦。我看吼，后手的公听会这条路线，若唔是你确定的路线，买搁外口一直讲，图买安尼画啦。你若安尼画，造成的困扰会足大。我若这条路线叫做20万啦，20速度很慢的路线。对不对？跟一周报告，就主要关键是要倾听民意，让民众了解说，这个先进运输系统在台南市有没有需要？哦，那要经过什么路线呢？事实上要做过很详细的评估跟确认以后，事实上呢，可行性研究以后呢，我们一个综合规划呢，这部分才是一个重点。另外，根据了解，目前眼空东区的说明会回收问卷有9成以上民众拢支持台南捷运系统。不过，议员沈振东则质疑统计敢真正客观有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资料可以代表民众的真正的反应吗？可以真正反映到居民真正的反应吗？就我们在现场的说明会及民众的反应，跟我们所收集的资料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像很多的店家在那个时间点没有办法到场，然后呢要做生意，那你觉得这样的数据是可观的，或者是有效的吗？这个跟一周报告就是第一个，我们说明会的时间都是在晚上的7点，所以也方便民众来参加这个说明会。台南捷运系统包括南线以及绿线以及南线延伸岸甲红线，总工天费780亿外，中央补助426亿外，地方负担354亿外。其中南线以及因为较无争议，进度上紧，去年已经完成可行性评估，得到中央核定。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原美国学校的所在地，市区原本打算要开发综合交通中心做转运站，不过因为地方强烈反弹，所以伫下咧。市区交通局表示，市长已经批准停止开发。对此，议员陈义丁要求后续除了开辟停车场，上界重要是要保留原状。
市府原本预定伫北区中营路甲开湾路口，也是原美国学校所在地要兴建综合交通中心的开发案，不过因为民意反弹一直下咧，商务议员陈定即阵交通局嘛确定开发进度已经停止，予地方松了一口气。目前是签给市长核定说先不做了这样。先不做哈，对，我们是希望是就是完全停止下来了，不要说先不做，因为先不做就感觉说什么时候又要做，这个大家会担心。跟议周报告，因为目前这个地区都市计划局呢，地区计划他们在做整个那个通盘检讨，看看是不是这个停车场用地或者旁边还有一块商业用地嘛哈，他看是不是要做什么都市计划的要不要变更或怎么样。那等都市计划如果有一个确定以后，再做一个搭配的处理。考虑。但是目前这个案子已经终止下来了啦哈。对此议员除了再一次追问，敢袂个再开发有变动，一定要甲地方沟通以外，嘛进一步要求除了开辟部分的停车，一定要保留原貌来发展亲子休闲的立场。开源的这个交通中心停止下来，终止下来了。当然，大家觉得说，那我们好像是有把这个绿地保留下来，我想地方也很期待，也很开心。但是又听到说可能会去做停车场，当然担心就是会又有铺面上去，水泥又上去，绿地又不见了，跟原来大家想要保留的还是有点落差。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是原状原况的保留，然后先把这样的绿地留给我们的孩子们。我想平常在这边，我想把这个地方规划成给一个孩子可以使用的地方啊，亲子活动可以在这边放风筝、野餐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地方，尤其在市中心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会中议员了解，5月开始来向中央申请补助的春游专案，就是为了符合有关业者的单规，加上市府的优惠价码，嘛借出鼓励市府全力拼观光。两岸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上午的议会除了交通局的工作报告，新旧年的观光旅局长陈新安未来如何推动相关的业务，嘛成为议员关心的焦点。其中，就议员争取台南到澎湖的海上航线，毛议员质疑网络店无法度申请，以及咱杀成功便当却无什么特色，要求检讨。议员李克伟指出，目前到澎湖的航线除了飞行机以外，发展海上的航线嘛相当要紧。因为现在除了布地高雄以外，竟然独到徛在岸边港，所以强烈要求市府应该争取台南澎湖的航线。除了拼观光，嘛让提供澎湖乡亲方便的交通工具。咱台南这机场也有飞机这有时候到旺季的时候也一位难求呢。这澎湖花火节澎湖也很多，那边很适合观光旅游嘛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要了解，我今年建议局长你问就是有讲你们会下去处理会跟那个他们接洽嘛这个部分进度到底是安那因为这对我想对双方的一个观光有那拢有一个真正面的一个帮助啦跟预做报告之前呢就是有同仁呢有跟他那个航运公司接洽就是可能他们有受限于他们现有的船舶的航运的能量的部分，他们说还要再做进一步评估。为了拼观光，议员应爱达理嘛关心观光景点的标示加解说，因为负责的各局处无同，出现无同的观点，要求主席来统一，愈在地才会当愈国际。像这样子的标示。因为你的报告里面，不管之前提供的文字报告跟这次你口头进行的报告里面，都会提到我们很重观光，而且甚至对很多人来讲，觉得观光是台南可以发展的一个，因为基于这个丰富的优良的这个文化的历史之上，有很多观光的资源资讯。可是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资讯没有一个正确的提供来讲的话，那你如何吸引外面的人？特别是大家很喜欢讲什么走出国际什么要讲英文什么，但是真的有做到这一点吗？台南呢有很多不同单位所设置的解说牌，有时候彼此内容会有一些出入。那也有蛮多的民众有在跟我们反映，那我也很希望呢能够逐步呢，就是说大家做横向联系把它做一个改进。另外，议员嘛质疑到底咱是咧推广文化，也是消费文化？议员以日本壁观光所推出的特色便当，充满当地风情甲文化创意。不过，一家咱的成功便当做一个比较，真正是差天差地，要求市府检讨。台湾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先请问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
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人爱读册。全国第一座消防历史资料馆昭和上午由市长吴伟霆亲自主持开营典礼。会中更邀请日本时代台南第一期义消队领队长驻吉秀松的后代来观礼，并且致敬感谢状和驻吉家族，感谢因对台南消防的贡献。位伫中正路顶的消防资料馆，过去曾经是派出所、女警队、少年队的办公场所，自1803年开始规划修复，开了大约6700万的经费，改建成为即卖的消防资料馆。将台湾消防署的演进历程清楚呈现在大众面前，希望各界会当伫传统的同时，深入了解消防署的演进，并学习到各种防灾知识。古迹修复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日治时期的消防钟的一个展示，能够作为一个消防史料馆，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知道，原来这个台南过去的这个消防工作是这样做的。过去许多珍贵的史料都有在，我们这个瞭望楼也都在，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消防打火弟兄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为着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努力。台南上早的义消单位是伫咧西元1919年由日本人驻吉秀松所领导。为了这次资料馆的开幕，市府嘛特别邀请驻松家族的后代前来台南观礼，并由市长黄伟霆颁发感谢状，感谢驻吉先生对着台南消防历史的贡献。在台南地方的父亲驻吉秀松驻吉洪芳先生，代表他的父亲准备把消防营的一些持续的。消防资料馆亮立台南消防历史甲文化内涵，再现古迹文化新风貌，并结合防灾、古迹以及观光等服务，记录台南消防发展史以及消防人员的事迹，非常适合大小朋友做伙来佚佗好知识，欢迎民众踊跃参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工地消防的人伤到火灾，而且一旦免受到火灾伤害，不只需要经过长期的中建，更需要社会大众的理解甲尊重。对此，台南市家伫全国头前，成为第一个实际推动履历无打相片的县市，希望用具体行动来提倡无以外表判断每一个人的优胜环境。阳光基金会长久以来推动脸部平权运动。台南市率先全国成为第一个响应城市，并呼吁市府所属单位以及各级学校拢来全力配合。同时，嘛宣布台南市将成为咱国第一个推动履历无打相片的脸部平权优先城市。外貌所带来的歧视以及带来的不平等待遇，这些部分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的、一步一步的来禁绝它，来根除它。所以这是我们要。这边宣誓要做的。那对于响应的店家，我们也予以鼓励，能够这个我们要努力，不仅是在网络上力推，我想说市府将来办活动，可能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合作的机会，我们也会优先跟一些响应的店家来做配合。我想说这个实际的行动比这个宣誓100遍还有用。阳光基金会表示。
台湾虽然已经是进步的社会，但也阁有真侪平权运动需要民众以及主管机关支持。而台南市政府为104年开始推动友善餐厅，到今年履历无大相片的政策，拢持续为身心障碍的社会福利伫努力。由此可见，台南市是非常重视友善平权的一个城市。台南市是一个对于身心障碍的尊重、友善、平权非常重视的一个城市。这次呢，也真的证实了，我们真的很雀跃，像我们司仪所讲的那个5星职场认证计划当中，我们把履历不贴照这个指标放进去，成为一个评选指标之一。据说今年是加分题，那以后就是扣分题了。如果不做就是扣分题了。那一直以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没想到台南就率先就做到了。阳光朋友伫入境受伤，也就是疾病，伫回归正常生活后，较经常面临着社会上以貌取人的困境。阳光基金会甲台南市政府共同推动脸部平权，就是希望会当营造友善的环境，互颜面损伤的朋友有了公平的对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文化局伫2当前开始推动历史街区，希望加强文化保存并观光，但相对嘛造成当地道路无法度拓宽以及消防安全问题。对此，台南社区大厦甲城大合作，伫新义街进行一系列盘点，借此呼吁市府爱重视老街的公共安全问题。现在新美街、新农街、瓜牛巷等等，拢是台南非常热门的景点，因拢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台南的历史街区，文化局对106年开始推动历史街区的政策，目的就是希望保存当地的文化甲建筑，但是安尼嘛造成了消防安全的疑虑。对此，台南社区大厦甲成功大学的都市计划系以及台南公民智库，伫当地里长甲店家的协助之下，伫新义街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除了道路伤矮，也佫有消防设施过期、电线真乱的状况。一开始我们调查就会发现，就走访这些就会发现一些像是电线老旧，或者是一些灭火器就是都过期，没办法达到减灾效用的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像这些历史街区其实是缺乏一些相关防灾的相关规定，但它就是在发展观光之下，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历史保存，就像是防灾这些措施来一起保护这些地区。对，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比对之下，我们就现在就进行了这些，就包含了调查，然后一些规划的这些作业，然后最后我们就会在下礼拜4月27做一个防灾地图工作坊，是希望更多居民可以一起来了解跟一起参加这些防灾这件事情。伫新义街经营民宿的业者认为，虽然因家己拢有遵照消防的法规，但是街区内长辈较侪，因对防灾的知识较无清楚，所以伫硬体建设完善的同时，嘛应该要加强居民的辅导。我伫遮经营民宿有若是遮出事大汉啦所以讲即个老街即马村的村可能以老大人较侪啦。即个防灾的观念，如果若是无建立起来但一味要拓宽即个街道啦，种这，我感觉这是治标无治本。我感觉建造是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这还是对老街还是一个较重要的一个方式啦。老街嘛毋是伊需要的，当然硬体的建设有哪有需要，可是这款方面的这个观念，我感觉这更加重要。为了提升居民的防灾意识，社区大厦顶3个单位嘛将要伫27号举办街区的防灾地图工作坊，带领居民学习街区的防灾知识，希望会使帮助居民生活了更加安心。同时也建议市府应该要将历史街区的规划加入了防灾功能的设计，而且应该要考虑到高龄人口的防灾应变能力，才会使完善街区的保存甲居民的安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天气，温度24度到28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4月10号的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